Печінки зергуна ахтаруна шта, но монгдей похушхали ла ахтаруну цаханик марги аухахи трарасакалу. Mong Carur Dostang 的刘三杰朋友的群的三德和佩莱塔图比他，亚内的和吃哈尔一周西梅塔拉格里的，做的还是他乌了西三德哇乌里。哇，太漂亮了，四季常青啊！好呆了，好快！哇，看那边，啊，漂亮的姑娘！好了，来，咱们来认识一下吧。这是咱们这个逛古老景区的负责人潘姐，潘姐，这是我的好朋友们。那我们想要深度的去体验咱们这个节日的欢乐，我们应该从哪儿入手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如果你真想体验我们庄家的3月3，首先从美食开始。好嘞，吃好吃的去，哈哈，太好了，太好了！啊，别高兴了，太早啊。为什么？我一个人做不来那么多了哦。啊，所以你们得跟我一起下厨，还有呢，下到竹林里面去帮我摘野菜哦。啊，摘野菜啊！是啊，那你们没体验过耶。你们谁跟我下厨，谁去摘野菜？我觉得我今天的裙子有点短，出去不太方便，怕被蚊子咬。要不我就跟你做饭吧，姐。那可以。对了，太聪明了，走吧。好，那我们分工了，下厨吧。走，你们去郊外了，蒙古吧。Nasi puri去吃到了 partner。嘎捞叶啊，煎蛋，对，嘎捞叶煎蛋。所以这任务就分到你们2个身上哦。嘎捞叶，嘎捞叶，嘎捞叶，对，嘎捞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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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子它是绿绿的，像心形一样。啊，是这样的，对。看每一种都像。啊。哦，太大了吧？大了，这个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嗯。是这个。这个可以。好。这个可以了。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卖了，这个可以。可以。可以。好。哎呀，一定是这个。一样的。不一样哎，星星大。好看。可以。潘姐，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太多了，是吗？来，现在帮我弄一下这个枫叶。好。可以。哎，哇天哪！哇，好重哦！来，我来。拿着你的东西们啊，使用的。潘姐，我们回来了。因为我想说，终于回来了。看，我看一下这么多叶子，但是很多都长成心形，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那个，这个是真的啊？是吗？像心吗？哦，真的，这个是闻一下。哦，有股奶香，好像。闻一下。对，这是可不可以啊？这个就不行了啊！这不是心哦。嚯！他说这是我摘的，好，我错了。好。啊，香味儿我已经受不了了。今天你看，哇，快放下，坐，大家赶紧坐啊！谢谢潘姐，现在这太香了，闻到什么味？激动，香味。高级飞。开始。我要吃这个啊，这个是豆腐窑啊，今天你们磨的豆腐窑哦。看到这是我们庄家的5色糯米饭，每一年3月3。来到庄家一定得吃到这饭，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呢？它5种颜色就代表五谷丰登。哇，对，太好了。
那潘姐，这个景区这个各方面条件都这么好，那是从哪年开始有的这个景区？我们开始做这事儿？2000年开始筹备。哇，那从筹备算起来也有20多年了。对，21年啦。21年。我就觉得我们刘三姐故乡山美水美，然后她的歌更美，所以我就打造了我想打造的景区，这旅游事业。哇，真好，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对，这么多年，特别现在，今年乡村振兴之后呀，机遇更多。是，也只要我们肯努力，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是不是？确实是，是。所以太好了，给我们唱一段吧！说的太高兴了，我们这个要幸福的感觉，唱一段。难得今天来相累聚来，大河相逢下，奥米嘞咪。明天一起来玩嘞耍嘞，3月3里嘎，安过嘞许。谢谢潘姐，永远不忘记了这个麻烦。谢谢信丽华。3月3日等你来，就在你的开怀，欢乐也不醉，手手传情情常在，我情意有，好呀好茶饭嘞，唱呀唱起山歌，等呀等你来。Katasi warli de simple arla la ziat puzzle poli malumat terasa klei de ching vurtai Facebook parneta tamrarana uklei。派对也没开始之前，2位外国友人来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度过这难忘的3月3，让我们外国友人感受我们壮族人的热情。大家好，3月3mubarak shah。祝你们3月3快乐。تاسو ټولو ته د دې اختر مبارکي وایم. هیله ده چې په خوشحالۍ او په خوښۍ کې ولمانځئ او په راتلونکي کې همدغه خوږې او ګرانې شېبې ولرئ. زه ډېر خوشحاله شوم په بیجینګ کې چې کله زما همکارې ماته وویل چې ګوانشي ولایت ته ځو او د جوانګ قام کورواکې سیمې کې موږ یو پروګرام لرو. نو ما د ستاسو په اړه د دې سیمې په اړه پخوا معلومات لرل، خو کله چې دلته راغلم د هر څه مې له نږدې ولیدل او ډېر خوشحاله شوم او ډېرې خوږې خاطرې مې له ځان سره یوړې. او زه به دغه ستاسو دغه دود دستور په خپلو لیکنو کې افغانانو ته ور وپېژنم او ستاسو سیمه به دوی ته معرفي کړم او ستاسو د نورو خوشحالیو او بریاو په هیله.是不是也用我们的泰米尔语送上一些关于3月3节的祝福呢？好，插播一个广告啊，我们这个小哥哥现在还是单身呢。有哪些小姐姐们啊，看上我们这个印度小帅哥啊，可以主动一点啊。இன்று தமிழ் புத்தாண்டு எங்கள் இந்தியாவில் தமிழகத்தில் நாங்கள் தமிழ் புத்தாண்டு கொண்டாடுகின்றோம். அதே சமயத்தில் திருவிழாவை கொண்டாடுகின்றார்கள். உங்களுடன் இணைந்து நான் கொண்டாடுவதில் மிக்க மகிழ்ச்சி. 祝大家3月3快乐！谢谢大家。亲爱的3月3的阿牛哥、刘三姐们，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我们的节目。来，我们请外国友人先慢慢走上去。你们都不跟上我们的步伐吗？还站在我们后面呀，那就娶不到心爱的媳妇了。快！
女孩子的真容都见到了。哎，不能这样子啊！女生这边。年年三月四个节来多嘞，花开朵朵开，绿嘞耶，阿哥要妹妹也爱嘞多嘞，好奇悄悄望过来接。这个，哦，是他。好，我们让爱零距离，好不好？让爱零距离。到舞台中间来，小哥哥，你有什么话对这个小阿妹说的吗？好害羞，他真的好害羞。我感觉他比我还害羞。感觉她特别漂亮，也是可爱的。你觉得这个小哥哥怎么样呀？就是挺帅的呀，我觉得。你能不能唱一首你们的情歌？可以啊。காதலெனும் தேர்வெழுதி காத்திருந்த மாணவன்தான் மழை வருது துணை கொண்டு வா மானே என் மாங்காரமே。夏爷来了，你去他拿伞。就很浪漫的气氛。你看上我的话，你也看上我了吗？好。The Micho Pandus da Axtane Siari da Drumcom do Desa Lubada da Dulu Guardo per Murara Tinka Marvanda Tari Katsuk Lumlai Patokrai Ki Pandus Wachavi Pariarai Bashi 有没有信心？有。拿蛋有没有信心？我也信心。好，好，来，准备开始。那准备好了没有？3、2、1。我们的中国小哥哥非常的灵活，然后跃而起吧。我们场上的朋友一起来给他们加油，加油！我们的娜丹，吉娜丹帅是中国小哥哥，一起哇，不甘示弱。非常激烈啊！我们现在中国拿到了球，来，快放进去。ரொம்ப கடினம்。太难了，他觉得这个游戏。找到美女不容易了。找到美女不容易，当然不容易了啊！我们比赛第2，友谊第1啊！友谊第1。现在我们可以开吃。今天怎么样？咱们真的是深度体验了咱们壮族3月3的这种
歌会啊，然后姑娘和小伙子之间的这个情感的表达，这些热烈的场景，好开心，真的好开心。小小，你有什么感觉吗？你看我们今天的装扮啊，对，特别的靓丽，当地的服饰特别的美，然后我们穿上这个服饰，感受到了当地3月3的喜庆的氛围，然后还有空气中都弥漫着爱情的甜蜜，有没有？对，真的被齁到了。对，真的太棒了，我觉得今天。ஏனென்றால் காலை முதல் மாலை வரை நீண்ட பொழுதுபோக்கு ஆட்டம் பாட்டம் பாரம்பரிய ஆடை அணிந்து ரொம்ப மகிழ்ச்சி. هو زه چې لومړی دلته راغلم نو مراسم پیل شوي وو ډېر خوند یې وکړ او دلته موږ ځینې لوبې هم ترسره کړې او په لوبو کې بریالی هم شوم تاسو وکتل چې هلته بریالیتوب مې ترلاسه کړ او بیا مې هګۍ هم ترلاسه کړه او ډېر خوشحاله ځای و خوشحاله فضا او ډېر ساعت مو تېر شو او وروسته مو د دوی هغه ملي دودیزې جامې هم واچولې نو ډېر خوند مو ترې واخیسته او ډېر خوشحاله وو او خوندور خوراکونه هم شته دي دغه به هم وخورو.好，既然今天我们都找到了自己的快乐，那我们要不要再喊一下我们的口号呢？好不好？蒙古话的东大虎鲨哟。நாங்கள் மீண்டும் திருவிழா கொண்டாடுகின்றோம்.好开心！开心。